来继续来看台南市台84线有一支测速的翕相机，就踩伫个快速道路要来进入到一般平面道路的路顶，所以有袂少的驾驶拢会袂记哩减速，收到红单路。讲这支是正高翕，是台南的测速王。今年才拄过一半，开出的罚单就7000外张。拿以一张罚单1600块来计算，这3年半已经帮国库赚入到6800万。后面众经体是山区100万的翕相馆。车辆驶甲真紧，要阁爱细腻，额头3笑有机关。台南这支测速的翕相机是真高翕，袂少人拢惊放开单，大家拢笑讲这支根本就是山区100万的翕相馆。足可怜的，我刚落尾就600卡，要走路咧。我农民都你收无钱的啊，像你落尾都税金。开车本地就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啊，吼。这支测速的翕相机伫咧大内往玉井市区台84线是10外公里的所在，限速是70公里。要过就因为设伫咧快速道路甲一般平面道路之间，驾驶常常会因为袂记这大档啊，就放开单，互处地节后开出红盘。根据交通大队统计，这支测速的翕相机伫2019年第4季启用了后，2020年翕到15225张超速的违规，2021年是开出13227件罚单，摕下台南市连续2档的冠军。后来大家就知影爱细腻，过1年了后，最近又搁开始发威，敢若2023年顶半年就已经开出7741件罚单，以汽车上界基本的1600块的罚单来算，已经替国库入效超过6800万块了。固定杆的设置不是为了罚钱，是要警示用路人，降低事故的发生。另外，即卖当咧休纸，卖继续针对学生啊，定定看到违规行为加强处理，请民众唔通违规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